玩 Binance 合約最驚就係爆倉。其實只要識得用 Cross 同 Isolated 模式，好自然可以控制風險。Cross 模式係共用保證金 ，Isolated 就係每單計算。建議新手用 Isolated， 咁就算失誤都唔會輸晒所有錢。下單前要善用 Binance 嘅下單面板，止盈止蝕單一定要 set 好，一選即走，贏緊即鎖利潤。呢個係專業交易員必做嘅防爆倉步驟，快、狠、準。雖然 Binance 支持高達100倍槓桿，但呢個唔係新手玩嘅嘢。槓桿越高風險越大，始終爆倉十分快，一定要用自己 handle 到嘅倍率。記住，保本先至有得賺。睇下高手例子，有人做空 Bitcoin， 成功賺到$500利潤。回報高達110%，佢都係靠嚴格止損，一早 set 好倉模式先做到，絕對無靠撞彩數。想實戰學避爆倉，而家即刻下載 Binance App 啦！交易界面清晰，功能齊備，全球都話好用。新用戶仲有迎新獎賞，開戶即賺。記得用邀請碼，慳返手續費先夠精明。